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10章，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伫基利波山交战，以色列人死真侪，战败逃走。非利士人追入扫罗甲伊遐个囝，杀死扫罗3个囝约拿单、阿比拿达甲麦基舒亚。扫罗受到猛烈的攻击，以互射箭的人发现，射着受伤真伤重。扫罗甲替伊举军器的侍卫讲：“背刀甲我插死，则免我互这个无受割礼的人凌辱。”迄个侍卫毋敢，因为伊真惊。扫罗就用刀拍落去，家己插死。迄个侍卫看到扫罗已经死，嘛拍落去，家己插死。安尼，扫罗甲伊3个囝拢死，全家灭亡。伫亚述的山谷迄边的以色列人看到因的军队已经逃走，扫罗甲伊的囝嘛拢战死，就放城逃走。非利士人就来占遐个城，伫遐徛起。隔日，非利士人来拔战死的人的物件，看到扫罗甲伊的囝死伫基利波山，就拔扫罗的军服，摕伊的头壳甲剑甲，派人去非利士达所在，将即个消息报互因的偶像甲人民知。因将扫罗的剑甲下伫因神明的庙内，将伊的头壳吊伫大衮的庙。基列的雅比人听到非利士人对扫罗所做的代志，因的勇士拢起来，将扫罗甲伊的囝的身尸带去雅比，将因的骨骸葬伫雅比的上树骹，禁食7日。安尼扫罗死，因为伊背叛上主，无守上主的命令，去找红姨求伊指点，无找求上主，所以上主甲伊杀死，将王位交互亚西的囝大毕。